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多结果子，立海果黑记。圣经约翰福音15章8节到9节。撒个法罗阿都谢，当个撒个希瓦阿都谢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在爱这一方面，主期待我们像他，我们要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，像主爱我们一样，这是非常高的层次。这命令会让我们自觉无能，并且借此光照我们，认清自己不过是无能的枝子，必须连结于真葡萄树，依靠主供应爱的生命之浆，爱的大能。真葡萄树每时每刻对枝子说，你与我连结，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，在我一切丰盛中有你的一分。你里面的圣灵，你所结的果子，恰和在我里面的完全一样。不要怕，只要用你的信心与我连结。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里面。你可以能够像我一样的活着，我会供应那全然依靠我的枝子所需要的一切。主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生命是一个人所有最宝贵的东西，生命就是他的全部，生命就是他自己。爱的最高点就是一个人舍了他的生命，毫无保留地流出他的一切所有和所事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明白有关真葡萄树的奥秘。
他已将所有的一切和他自己毫无保留地赐给我们，供应我们。我们只要与他连结，天天接受他的生命，天天享受他的爱，从他支取爱的大能，天父完全的爱和耶稣舍命的爱，天天借着圣灵浇灌我们，充满我们。我们这根源本什么都没有的枝子，只要住在真葡萄树上，与主有生命的连结，爱的连结，就能多结果子，荣耀天父。在美国东部一所著名的大学里，有一位不信主的学生。一天晚上，因为喝酒过多，趁酒醉发泄凭着对犹太人的积恨，毒打同学中的一个犹太人。那位犹太学生因此受了重伤，几乎丧命。10年之后，那位美国学生做了一家工业用品大厂的总经理。那时正值该厂经济周转发生了问题，向一家大银行请求援助，如果不蒙批准，就有倒闭的现象。银行就派了一位代表前往工厂调查情况，然后再做决定。那位银行代表右脚微跛，额上有疤。工厂的总经理一见他来，连忙起身欢迎，急着和他握手，才看清楚他的相貌，竟然是10年前被他毒打的犹太同学。总经理呐呐地说：“既然是你，我们请求资金援助，恐怕不会有希望了。”但是出乎意料，那位犹太人很有礼貌地回答说：“让我把我的经过告诉你。那一次我被你殴打之后，留在医院，经过2年的医治和疗养，才痊愈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我的脚就跛了。留院疗养期间，我与主有很长时间并深刻的交通。我像软弱的枝子，从主这真葡萄树领受了生命的灵与仁爱的灵。主叫我要饶恕我的仇敌，爱我的仇敌。主是对的，我要顺服主。因此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不要再提了。我的报告书会给你的工厂所需要的款项。主说：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主看我们是他的朋友，所以他为我们舍命。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，是爱的关系。朋友会互相体谅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多结果子，天父就因此得荣耀，我们也就是你的门徒了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